節目有少量片段可能引起觀眾情緒不安，敬請家長留意。1989年11月，一件意想唔到嘅事扭轉歷史，令脆弱嘅蘇聯正式瓦解。柏林大批民眾爬過隔開東西德嘅柏林圍牆，呢個畫面好有象徵意義。冇人估到2年之內，同一批民眾會喺呢個共產主義嘅發源地，將列寧嘅雕像推倒。世人永遠會將呢一幕同蘇聯嘅解體連埋一齊。有人話係超出預期，有人就認為係無可避免。一連串事件嘅序幕喺距離莫斯科2500里嘅地方揭開，兩艘風暴下嘅船隻喺馬耳他對開嘅地中海水域。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同新上任嘅美國總統喬治布殊喺船上首次會面。場面相當得意啊！當時因為風暴，兩艘船冇辦法靠近，布殊暈船浪啦，戈爾巴喬夫亦都係一樣，所有人都唔舒服啊！兩個人喺波濤洶湧嘅海上會面，佢哋係世上2大強國嘅領袖。喬治布殊做咗美國總統唔夠1年，前任總統列根話蘇聯係邪惡帝國，令美蘇之間核子競賽升至最高峰。布殊會唔會承襲前任總統嘅手腕呢？戈爾巴喬夫由1985年起出任蘇聯總書記，佢當時54歲，為領導層注入年輕氣息，同進行激進嘅改革。喺外交事務方面，佢解除鐵幕，容許蘇聯嘅衛星國，好似波蘭、匈牙利同捷克重獲自主自由。喺本土方面，佢開始推動國家民主化，帶動2個革命性嘅概念：開放同改革。開放代表俾人民擁有言論自由，改革代表重建，包括政治、經濟同社會體系。有人問乜嘢係改革？熱心投入工作就係改革。互相幫助，體諒人哋嘅負擔，咁先至係社會主義。戈爾巴喬夫講出：請自由發言，一切隨之結束，冇人可以阻止之後嘅事。要翻轉頭已經太遲，一切由嗰刻開始醖釀發生。1989年改革結果未如理想，雖然蘇聯開始呼吸自由空氣。傳媒唔使再經審查，個人自由得到更大尊重，政府唔可以隨意拘留民眾。不過俄羅斯人生活日益困苦，馬耳他會議由此而生。戈爾巴喬夫出席馬耳他會議嗰陣，正處於劣勢。佢當時係身負重要任務。就係向美國提出終止核武升級，除咗道德因素，經濟亦係原因之一。如果蘇聯可以大幅降低軍費，就可以將資源用喺改革同埋提升人民嘅生活質素。喺冷戰陷入困境嘅，唔淨止係歐洲，而係全世界。你必須明白，蘇聯同美國喺軍備競賽投入咗8億計嘅金錢，呢筆巨款可以做好多嘢。喺2個人會面前幾個月，布殊政府分成2派，所以布殊總統我亦有參與嗰次嘅事。佢帶住
所有人去大衛營，嗰度係總統道嘅行宮。當日咧，獲邀出席發言嘅就得2個人，代表咗美國對戈爾巴喬夫嘅2種睇法。一位咧就係哈佛嘅理察派普斯教授，佢完全唔相信戈爾巴喬夫，認為佢口中嘅改革咧，係一個陷阱。另一位咧就係普林斯頓嘅史提芬戈恩教授啦，佢喺89年發表咗好出名嘅言論，指戈爾巴喬夫對美國嚟講係結束冷戰嘅難得機會。派普斯同我各自發言之後，大家發問問題，我即刻就睇出嚟，總統已經有咗決定，佢會同戈爾巴喬夫一齊喺馬耳他嘅船上結束冷戰。布殊講出啲名言，蘇聯唔再係我哋嘅敵人，我哋唔再以對方為敵。我以同樣嘅説話同佢講，之後我哋握手，呢個動作同呢番言論代表冷戰已經結束。呢個係大眾樂意見到嘅成果。我哋馬上諗到一個問題，就係要點樣去應付新嘅環境呢？呢個問題唔容易答。喺呢個全新嘅政治環境之下，戈爾巴喬夫訪問立陶宛嘅維爾紐斯，成千上萬嘅民眾示威，要求國家獨立。佢同太太賴莎前去評估情況，形勢係越嚟越危險，因為立陶宛曾經係蘇聯嘅一部分，同另外2個波羅的海國家拉脫維亞同愛沙尼亞一樣，喺1940年被蘇聯吞併。戈爾巴喬夫到訪嘅時候，我陪住佢去每一個地方，行過大街，去過廣場，又同唔同嘅學者見面。佢每一次都會問人同一個問題：你係唔係真係想脫離蘇聯呢？每次對方都會回答係。佢哋點會有其他回應呢？答案係肯定嘅。戈爾巴喬夫返到莫斯科，向同僚匯報佢出訪所得嘅結論。戈爾巴喬夫由維爾紐斯回國後，向政治局提交報告。佢話一切都好好，人人想繼續留喺俄羅斯，繼續由蘇聯統治，完全冇問題。不過2個月之後，立陶宛單方面宣布獨立。呢個係蘇聯歷史上首次有共和國脫離蘇聯，件事非同小可，因為情況好可能會蔓延。戈爾巴喬夫冇行動，佢決定緊守當權時為自己定下嘅規條。對戈爾巴喬夫嚟講，道德原則必須遵守，呢啲就係佢嘅個人之處啦。佢唔中意用武力，佢係律師出身，令佢對法制有極高嘅尊重。我莊嚴發誓，服務我國人民，遵從我國憲法。為咗繼續合法去推行改革，戈爾巴喬夫由人民代表大會選出蘇聯嘅總統，同時亦都廢除共產黨一黨獨大嘅特權，喺蘇聯引入多政黨體系。所有嘢都要大幅去改革，我好明白呢一點。戈爾巴喬夫亦都有同感，不過佢傾向喺現有嘅事上邊改善。佢曾經同我講：亞歷山大，你要小心，呢個黨係個怪物，隨時都會失控。呢個體系已經窮途末路，過時啦。呢一點非常明顯，因為佢嘅政策都係獨裁嘅。共產黨同行政機關係有絕對嘅控制權。
你可以見到我所有創新嘅建議都受到要員幹部反對，情況成日都係咁樣。共產黨唔想管理事務，實行改革，所以一心拖延改革嘅進度。有啲人認為想解除共產體系，一定要令蘇聯解體。我唔明呢種諗法，亦唔會接受。我絕對相信建立一個聯盟國係更好嘅做法，好似你哋歐盟一樣。所以我準備咗全新嘅經濟計劃，打算喺500日內完成嘅。我喺議會嘅辯論發表意見，我強烈批評阿夫林斯基同戈爾巴喬夫。我同佢哋講，點可以喺500日內變成市場經濟呢？如果連自由市場嘅事都考慮唔好，根本冇可能喺500日內解決問題。你哋都傻嘅。戈爾巴喬夫總統面對兩個難題：馬克思主義同埋資本主義可唔可以相容呢？換句話講，喺受控嘅經濟體系可唔可以有自由市場呢？改革應該要處理呢個問題，但係就收唔到預期嘅效果。開放貿易競爭失敗收場，因為價格維持不變，而啱啱獨立嘅生產商唔願意再喺蝕本嘅情況下做生意，結果貨物產量下降，鋪頭裏邊貨架空空如也，所有嘢都陷入短缺。鋪頭裏邊冇嘢買，我哋周圍咁去揾，但係乜嘢都買唔到啊！求你幫下大家啦！呢個問題你唔可以問戈爾巴喬夫咩？戈爾巴喬夫喺當選後2個月已經提到要放寬生活必需品嘅價格，但越接近落決定嘅時間，越要負責任嘅時候咧，佢就越唔想去簽文件啦。戈爾巴喬夫遲疑啊，最後更加放棄呢個計劃。不過太遲，秘密交易嘅金錢成為參考貨幣，盧布崩潰，通貨率狂升，莫斯科街頭出現乞兒，咁係前所未有嘅事。人工同退休金唔再定時發放。20年後回想事件，戈爾巴喬夫對於呢個急速影響經濟嘅計劃加以抨擊。嗰個係重大嘅錯誤嚟，根本冇可能喺500日之內完全扭轉一個經濟體系。我哋係徹底失敗。呢次失敗非常重大，導致1990年5月1日喺蘇聯歷史上首次有領導喺紅場嘅台上俾群眾喝倒彩，直至被逼離開。呢個時候有個男人出現，佢已經多年冇被重用，而家開始冒起。葉利欽，佢係高級官員，有重要地位，因為處事有效率同埋敢言備受讚賞。佢亦係莫斯科第一個黨書記。不過由於抨擊改革進度太慢，得唔到戈爾巴喬夫重用。我必須承認，委任葉利欽係全個黨嘅錯誤。我哋經過長時間嘅討論，應唔應該俾佢加入呢？有人同我講，佢好可靠，應該俾佢加入。佢做事唔會遲疑，有助下決定，所以我哋接受咗佢。結果呢，你已經知道啦。獲選人民代表帶領共產黨改革，葉利欽唔會放棄任何機會向戈爾巴喬夫展示敵意。佢經常喺議會抨擊佢。要向社會大眾交代當時嘅客觀情況，係戈爾巴喬夫應該做嘅嘢。改革由佢提出，所以喺當時嘅危機中，佢嘅責任亦係最大嘅。
戈爾巴喬夫對外嘅政策亦都同改革一樣受盡抨擊。佢被指向西方勢力低頭，唔止冇認真去斡旋蘇聯部隊撤出東德嘅事，仲有另一件更重要嘅事處理不當。布殊政府同戈爾巴喬夫講，大家都同意德國要統一，呢個問題唔可以再拖延，必須統一，呢個係公義做法。不過統一之後咧，德國點處理呢？應該納入邊一個範圍呢？其中一個辦法咧就係俾德國加入北約，咁就可以加以控制。不過戈爾巴喬夫唔係好中意，咁係太大嘅投降同埋讓步。之後戈爾巴喬夫要求或者有人講，我唔知究竟邊個講法。如果德國加入北約咧，北約咧就唔會再向東擴展。換言之，北約咧會有邊界，同以德國為限。有人向戈爾巴喬夫作出承諾，而佢當時錯在信晒美國。顯然波蘭、匈牙利同捷克都會千方百計加入北約，令北約嘅邊界一再擴張，直達蘇聯嘅邊境。雖然處於劣勢，戈爾巴喬夫仍然打勝一仗。佢喺第28屆人民代表大會再次獲選做總書記，保守派成少數黨。突然之間，葉利欽大力閂門離開。當我見到佢當時嘅樣，塊面似圓壇，好唔開心。佢一直受共產黨栽培，一生信奉共產主義，而家要失去一切嘅嘢。喺克里姆林議會禮堂，大家由背後望住佢，喺呢個權力集中地行出去。之前共產黨仲係隻手遮天，而家就處於頹勢。咁樣奪門而出，居然令到佢得到新嘅權力。1990年秋天發生咗一件事，民主黨唔再支持戈爾巴喬夫，因為佢放棄咗500日嘅改革計劃。共產黨亦對佢不屑一顧。佢對共產黨所做嘅事，令佢哋認為佢再冇助益，所以佢當時孤立無援。喺呢段真空期，戈爾巴喬夫被迫作出選擇。由於政治同個人原因，佢冇可能同葉利欽合作，於是佢轉向共產黨。雖然佢哋怪責佢結束一黨專政嘅局面，不過到咗秋天，佢成功組成咗強大嘅團隊。佢委任咗普戈做內政部長，亞佐夫做國防部長，克留奇科夫做 KGB 領導。佢亦都向強硬派作出讓步，委任阿納耶夫做副總統，同帕夫洛夫做總理。呢個改變係驚天動地，就連佢最忠心嘅伙伴謝亞納茲亦都憤然離開。就好似獨裁時代來臨，我好清楚呢一點。冇人知道呢個獨裁政權會發展成點，邊個會係獨裁者，或者佢哋會有乜嘢策略。我而家請辭，係我對獨裁政權嘅抗議。多謝。戈爾巴喬夫跟住我發言，佢話係冇根據指控，我哋冇危機。如果真係面臨威脅，知道嘅應該係我，唔係謝亞納茲。但我有可靠消息，點解呢？因為我掌管嘅外交部有3至4成外交官都係 KGB 特務，佢哋乜都知道，亦會全部講晒俾我聽。戈爾巴喬夫佢係唔信任我。莫斯科政權趨向強硬，
引發波羅的海國家嘅保守黨展開行動。佢哋喺維爾紐斯同埋里加上街示威，爭取國家繼續由蘇聯統治。佢哋同支持獨立嘅人發生衝突，局勢越嚟越緊張。有10至15萬人聚集，你見唔到人群嘅盡頭，佢哋超出視線範圍。高級官員叫我去莫斯科話，我哋係有辦法可以鎮壓示威抗議。我咁答佢，我唔想用呢啲辦法，我唔會咁做。之後佢哋就冇再提啦。維爾紐斯開始有人策劃政變，士兵已經候命。莫斯科下令，佢哋就即刻行動。戈爾巴喬夫總統喺我面前打俾國防部長阿佐夫問：情況會維持幾耐啊？點解唔可以平定呢啲民族主義者呢？阿佐夫咁樣答佢：戈爾巴喬夫，你係總指揮喎，只要你以書面下令，聽日唔知電視大樓會消失，嗰度就會寸土不生。戈爾巴喬夫話：我唔夠你講啦。其實冇人想背負流血事件嘅責任。國家高層未能及時下決定，好快引起後果。精英軍人佔據咗維爾紐斯嘅公眾大樓，攻擊留守電視大樓嘅民族主義者，14人死亡，700人受傷。里加發生同樣事故，死亡人數係4個。戈爾巴喬夫即刻作出回應，咁做喺蘇聯領導層相當罕見。我對立陶宛同里加近日發生嘅事表示深切遺憾。我向受到悲劇影響嘅家庭致以真誠嘅慰問。里加同維爾紐斯嘅流血事件喺蘇聯同西方國家都引起咗迴響。呢啲事發生咗之後，西方國家特別係美國非常之擔心，佢哋驚局勢會變得唔穩定，除咗會影響新近獨立嘅東部國家，亦都會影響到蘇聯。我仲記得當時喬治布殊同埋戴卓爾夫人，佢哋擔心呢啲事會阻礙戈爾巴喬夫嘅改革。佢哋都中意戈爾巴喬夫，只要佢繼續努力，令蘇聯走上民主之路。為咗進一步走向民主，同時重新控制局勢，總統戈爾巴喬夫決定辦一次公投，係國家史上第一次同最後一次。人民公投決定蘇聯係咪要維持落去，咁咪根據尚未定義嘅新聯盟條約，有76%嘅人投票贊成。同一日，俄羅斯亦都舉行咗一次公投，70%選民支持以全民普選嘅方式為俄羅斯選出總統。6月16日，葉利欽宣誓就職，佢被選為俄羅斯第1任總統。莫斯科而家兩分天下。呢場鬥爭之中，戈爾巴喬夫被經濟問題困擾，佢被指令國家陷入經濟困境。為解決呢件事，佢冇得選擇，要向西方求助。佢希望得到大筆財務支援，佢被邀請去倫敦出席7國高峰會，所有工業發達國家都有參與。
佢當日向西方求助話：我已經做咗大家建議嘅事，你哋叫我帶專家嚟，我帶咗啦。美國派咗專家嚟揾我，你哋叫我放寬價格，我做咗啦。你哋叫我實行自由市場，我照做啦。我而家真係無計可施啊！如果你哋唔出手幫我，真係唔掂啊！令人最意外嘅係英國代表馬卓安係當日主持，佢誇讚戈爾巴喬夫，仲送佢返埋位，之後更召集大家嚟討論。我好意外啊！馬卓安居然話：冇錯，我哋應該幫戈爾巴喬夫，不過前景唔明朗，我哋會受到掣肘。我哋應該為繼任佢嘅人留彈藥。呢番説話令人相當意外，咁就等同佢認為戈爾巴喬夫就要落台。佢哋傾向支持葉利欽。葉利欽係鐵腕政策嘅領袖，可以話係反對民主。佢哋認為可以控制俄羅斯。戈爾巴喬夫就向前進，佢嘗試帶領俄羅斯走向民主，令社會變得民主獨立。呢啲唔係西方想見嘅。佢哋寧願以一個手段強硬，會如佢哋所願做事嘅獨裁者。如果七國當時提供援助喺經濟、金融同埋信貸上幫助戈爾巴喬夫，就唔會有人發動政變。假如戈爾巴喬夫手握200億支援，咁樣呢，就冇人夠膽喐佢，唔會有人逼佢落台。由倫敦空手返國，戈爾巴喬夫知道自己嘅地位危在旦夕。暑假就到，政變嘅傳聞不斷擴大，人都得到充足資助，政變喺醖釀之中。一切已經由一小撮人準備咗好長時間，佢哋都係戈爾巴喬夫身邊嘅人或者政府官員。一切由1990年12月開始，我哋冇全體聚會，淨係以小型委員會嘅方式見面。國家陷入危機，必須採取非常手段加以制止。我哋有蘇聯嘅憲法支持，仲有3月嘅公投結果，人民已經堅決表態，唔想蘇聯崩潰。醞釀叛變嘅人強烈反對戈爾巴喬夫草擬嘅新條約，條約將會令蘇聯成為聯邦主權國，每個主權國都有一定程度嘅獨立。成立新聯盟嘅條約已經準備就緒，喺7月尾已經出版，主要嘅問題亦接近解決，連正式簽訂嘅日子亦已經揀好，係定於8月20日。首先簽署嘅會係俄羅斯同白俄羅斯，叛軍認為行動嘅時機到咗啦，事情跟住發生。8月18日。戈爾巴喬夫同太太家人喺克里米亞嘅總統行館度假，一件令人困擾嘅事發生。國防部截斷咗總統別墅嘅電力同電話線路。軍人話佢哋接到命令，就係咁樣。之後佢哋離開咗別墅。同時，蘇聯嘅海軍艦隻好招搖咁沿岸巡邏，目的係營造緊張嘅氣氛。唔使幾耐，某啲部長同黨員闖入戈爾巴喬夫住嘅行館，並且即刻要求佢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咁就可以成為促使政變嘅藉口。佢引用憲法嚟到回應。其實好簡單，我同嗰班叛軍講，去召集人民代表喺佢哋面前表達你嘅意見，我都會一樣。之後大家再作出適當嘅決定。佢哋話：咁樣你簽署辭職信啦。我拒絕，我向政變嘅人作出反抗。
佢哋得唔到我嘅支持，佢哋想得到我嘅支持。當時嘅情況就係咁樣。根據一名當時在場嘅叛軍講，喺8月18日嗰日，戈爾巴喬夫知道政權嘅未來情勢危急，佢嘅反應同佢所講嘅根本唔同。我當時都在場，戈爾巴喬夫嘅反應係咁嘅，佢攞出一張紙，然後話：我以書面通知議會主席，叫佢召集人民代表。佢攞住一支筆同一張紙喺度停咗一陣，然後話：寫嚟有乜用啊？你人喺呢度，去叫主席召集大家啦。雖然得唔到戈爾巴喬夫總統授權，叛軍仲係進入咗莫斯科，而且決定開始進一步行動。蘇聯領導聲明，戈爾巴喬夫由於健康理由，無法再履行蘇聯總統職務。根據憲法127章第7條，國家而家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500架坦克車駛入莫斯科，係國防部長亞佐夫下令嘅。佢有策略咁部署位置，停喺政府部門、電台同電視台附近，並且包圍莫斯科嘅議會白宮。叛軍喺克里姆林展開審查，嚴禁示威同埋實施戒嚴。佢哋聯絡到葉利欽，不過佢就拒絕加入。 我哋喺葉利欽鄉下嘅別墅草擬一份申訴聲明，我哋認為係清晰準備嘅聲明，指出合法選出嘅總統戈爾巴喬夫已經被推翻落台，而叛軍係罪犯。跟住落嚟嘅3日，關鍵係呢句説話。呢句説話係講俾國際社會，同埋係要講俾國內嘅人民聽嘅。越嚟越多莫斯科人向白宮進發，而白宮繼續俾坦克包圍。 葉利欽決定同揸坦克嘅人對話，佢哋大多數係被徵入伍嘅士兵。我話唔好話葉利欽，你絕對唔可以出去。我哋唔知道對方嘅心意係點。天台同露台可能有狙擊手，你唔可以出去。佢轉身同我講，將聲明交俾我。我想試下勸佢改變，但5、6分鐘之後，葉利欽爬上一架坦克，我哋有幾個人陪喺佢身邊。我冇辦法用電視或者電台廣播，所以就喺度宣讀。 各位俄羅斯市民，喺1991年8月18至到19嘅晚上，合法選出嘅總統已經下台，所以我哋宣布所謂嘅委員會係非法組織。葉利欽嘅聲明對示威人士馬上產生作用，佢哋嚟就係為咗要尋找領袖。 坦克裏邊嘅士兵簡直不知所措。我哋嘅計劃被破壞。當葉利欽、波波夫同索布克克呢啲叛國賊，冇其他字可以形容呢一班人。當佢哋帶住近10萬人嚟到呢一度。 一切已經注定失敗啦。叛軍喺下午5時首次正式露面。
阿納耶夫喺5個人陪同之下讀出新聞稿，嗰班部長同埋官員全部由戈爾巴喬夫委任。我喺度宣布，蘇聯嘅緊急行政委員會完全明白現時國家面對嘅危機。戈爾巴喬夫由於健康問題，冇辦法履行蘇聯總統職務，我會暫時接任總統一職。喺克里米亞嘅戈爾巴喬夫同佢嘅隨從一直透過別墅看守人嘅電視留意事態嘅進展，佢哋終於明白叛軍嘅意圖。記者會令到賴沙非常震驚，阿納耶夫喺大家眼前出現。戈爾巴喬夫指出，叛軍會試圖將謊言變為事實，令佢健康狀況真係出現問題。佢哋一定會毒死佢。由嗰陣開始，佢拒絕食由大宅廚房所有拎出嚟嘅嘢。睇過由阿納耶夫同志領導嘅緊急行政委員會所舉行嘅記者會之後，我明白俄羅斯同國際社會都收到不實嘅訊息，所有關於我健康狀況嘅聲明都唔係事實。製造謊言嘅人有違憲法，合法總統而家被阻止履行職務。我而家喺克里米亞嘅度假別墅，被士兵包圍住，我俾佢哋拘禁。莫斯科人喺坦克圍咗障礙物，駕駛嘅士兵收唔到進一步指令，開始覺得好攰。叛軍領頭嘅人物都好迷茫，佢哋開始逐一退出。緊急委員會所有成員都唔會下令對自己嘅人民開火嘅。冇內戰，所以冇流血事件。不過坦克喺夜晚撤走嘅時候發生意外，有路可以離開，但係俾啲車塞住。有洗街車啦、貨車啦同電車，而後邊呢就有嘢喺度喐緊，應該係想撤退嘅坦克啦。我見到有人跳入被包圍嘅範圍，而且跑向坦克車度。佢哋後邊有幾百人，佢哋跑到坦克前邊，揭起坦克車嘅蓋板，抌喺車頂，光源被擋。坦克裏邊嘅人睇唔到，佢哋想將坦克揸走，結果剪過2個後生仔。人群傳出驚呼聲。士兵呢就由坦克爬出嚟，但係冇受到施刑。相反，民眾同佢哋講：兄弟，你哋打算點做啊？喺8月21日嘅早上，緊急狀態解除，叛軍投降，坦克亦駛返去軍役，民眾喺度慶祝。而家可以將戈爾巴喬夫送返去莫斯科。叛軍喺慌亂之中決定派克留奇科夫一班人去克里米亞。
佢哋以為留喺戈爾巴喬夫身邊就可以安然無恙，唔使承受發動叛亂嘅後果。聽到呢件事，葉利欽懷疑其中有詐，於是派出佢嘅副總統魯茨科伊親自接戈爾巴喬夫翻嚟。喺世人眼中，佢將會係戈爾巴喬夫嘅救星。葉利欽於是通知咗喺莫斯科嘅西方國家大使。我聯絡到法國大使，佢話飛機就快起飛。我同大使講，俾多一個人上機啊！佢係法國嘅外交官，識講流利嘅俄語。佢同魯茨科伊嘅團隊一齊出發，飛機2個鐘頭之後到達克里米亞。佢哋馬上去見戈爾巴喬夫。戈爾巴喬夫由一隊人保護，佢哋帶我去見佢，仲有佢太太同埋隨從。只不過叛軍當時仲喺附近。我哋向佢哋表示，我哋認同佢嘅貢獻，此行係想帶佢翻去莫斯科嘅。佢非常之開心。佢太太個樣好憔悴，睇見令人好難過。魯茨科伊同佢哋講：我哋嚟放你走嘅。當時嘅問題係克留奇科夫呢班叛軍在場，佢哋同樣想帶戈爾巴喬夫翻去莫斯科。戈爾巴喬夫多謝我哋，話佢哋都嚟接我，我會坐佢哋嘅飛機。我哋今晚會執拾行李，聽朝離開。我哋呢班葉利欽代表回應：唔得，你要即刻跟我哋走。雖然佢想跟叛軍離開，不過最後都同意坐葉利欽安排嘅飛機。佢擺出一副堅強嘅表情。佢太太同孫女就形容憔悴。佢譴責政變事件，亦冇辦法唔多謝救佢嘅人。我要感謝俄羅斯人民同佢哋嘅總統葉利欽喺今次叛亂中迅速應變。戈爾巴喬夫而家任由葉利欽擺佈，葉利欽將自己塑造成拯救民主改革嘅救世主。喺人民代表嘅眼前，佢好快就向敵人揮出致命一擊。佢提出法令，終止共產黨喺俄羅斯嘅活動，直至戈爾巴喬夫嘅下屬喺叛亂中扮演嘅角色有圓滿解釋。其中一個官員更追問：基於共產黨喺叛亂中嘅角色，你同唔同意共產黨應該被視為犯罪組織呢？呢個問題非常直接，我亦會直接回答。你提到要將共產黨定義為犯罪組織，我絕對唔同意。就咁禁制共產黨係錯誤做法，政府唔應該咁樣做，民主總統亦都唔應該咁樣做。跟住令人震驚嘅事發生，葉利欽走上講台，要求戈爾巴喬夫同佢共同簽署法令。戈爾巴喬夫拒絕，葉利欽堅持，戈爾巴喬夫再次拒絕。葉利欽翻去佢嘅座位。各位同志，為咗盡早解決呢件事，容許我而家簽署法令，終止俄羅斯共產黨嘅活動。法令獲得簽署。呢啲畫面喺蘇聯嘅電視度直播，加速呢個帝國嘅解體。蘇聯政府喺之後幾個禮拜同意波羅的海國家獨立，包括格魯吉亞、
亞美尼亞、烏克蘭同白俄羅斯。戈爾巴喬夫一直嘗試維持各國嘅關係，包括莫斯科、烏克蘭、白俄羅斯同其他亞洲共和國。佢而家構思建立經濟聯盟。我哋構思新嘅經濟聯盟條約，葉利欽亦都有參與，佢甚至簽署咗。我哋印好條約，同送交各共和國領導批閱。不過葉利欽瞞住我，準備咗另一份協議。1991年12月8日，喺白俄羅斯森林裏邊一間山林小屋裏邊，葉利欽秘密召集咗白俄羅斯同烏克蘭總統蘇斯科維奇同克拉夫楚克。佢打算同佢哋簽新嘅政治同埋經濟聯盟協議，嚟破壞戈爾巴喬夫嘅條約，進一步削弱佢身為蘇聯總統嘅權力。如果冇葉利欽，冇白俄羅斯同烏克蘭嘅參與，蘇聯係唔會解體嘅。呢件事就係咁簡單。如果蘇聯冇解體，就可以照大家熟知嘅原則重建舊嘅政權。戈爾巴喬夫失去咗一切，好似阿茲什王年。12月21日喺哈薩克嘅阿馬亞他，11個共和國加入咗獨立國家聯合體，係由葉利欽創立嘅經濟聯盟。佢哋同時亦都簽咗蘇聯嘅死亡證，蘇聯成為空殼。戈爾巴喬夫消失。我哋花費半數時間擔心蘇聯嘅未來已經夠啦。你天生係隻兔仔，永遠變唔到狼或者係獅子，明唔明啊？無論兔仔幾聰明、幾有智慧，佢始終都係兔仔。狼同埋獅子可能會係冇乜腦，不過佢哋可以剎那間撕開你嘅喉嚨。可以用嚟比喻葉利欽同戈爾巴喬夫嘅關係。葉利欽的確係個好有才幹嘅人，唯一嘅缺點好飲酒。如果你中午前去揾佢，佢會正常同你傾偈。如果下午，佢就飲到酩酊大醉。如果伏特加唔夠凍，佢仲會鬧佢嘅助理。點解啲伏特加唔凍㗎？葉利欽係個聰明勇敢嘅人，有時甚至有啲好建議。不過佢係個投機者。喺克里姆林，戈爾巴喬夫統治日漸凋零嘅辦公室，但係投機者葉利欽唔願意就咁罷手。戈爾巴喬夫由共產黨變成民主黨。佢深信共產主義可以改革，佢解除咗蘇聯體系70年嚟嘅恐懼，但係俾人指責係懦夫、優柔寡斷、太過懦弱。不過懦弱嘅人點會推動改革呢？你講啦，佢點會提倡改變社會政權？提出開放同民主化，引入議會環境，結束冷戰，結束政治打壓，結束宗教打壓，佢點可能做得到呢？你話當時嘅人實在係幾咁矛盾呢？1991年12月25日晚上7點，眾叛親離嘅戈爾巴喬夫讀出佢嘅辭職信。各位親愛嘅國民，